成日都聽到身邊嘅朋友同埋好多 patient 都話好攰、好水腫，同埋又越嚟越多人有濕疹問題。其實以上呢一啲問題都好有可能係因為身體有濕毒所致嘅。喺中醫嘅角度，濕係指身體嘅水分過多，又或者係水分代謝不良；而毒咧就係指有害物質，又或者係病原體。所以濕毒就會導致種種嘅健康問題，例如係皮膚濕敏、消化不良，或者係關節濕痛。而喺西醫嘅角度，雖然冇一個術語直接對應濕毒，但係我哋都可以用生理學同埋病理學嘅概念去解釋嘅。例如水腫係因為器官功能不佳而引起，而炎症咧就係因為感染，又或者係自身免疫力失衡所致嘅。常見嘅濕毒症狀可以簡單分為4大類。當濕毒困咗喺皮膚上面，就會演化為皮膚濕敏；當濕毒困咗喺肌肉上面，就會演化為疲倦冇力；當濕毒困咗喺骨頭上面，就會演化為關節濕痛；當濕毒困咗喺臟腑上面，就會演化為水腫、胃寒、腸胃不適。所以濕毒問題真係唔可以忽視。由中醫師親自調配強效艾草貼，95% 用家滿意消水腫功效。入面有艾草、竹草、桔梗等等嘅天然草本成分，將身體嘅毒素排晒出嚟，成個人都輕晒，冇咁攰。現時坊間上面嘅產品雖然都係漢方草本成分，但係大部分都只係有竹草，只係單純吸濕，相比之下就做唔到排毒通經嘅效果。而健之堂艾草貼唔單止有竹草，仲特登選用咗堪稱百草之王嘅艾草。艾草係一種常用於中醫針灸嘅成分，有最厲害嘅去濕毒功效。唔單止可以吸走濕毒，同時疏通經絡，幫成個身體清底去濕。健之堂艾草貼可以話係去濕界入邊最真材實料嘅外用保健品。建議將艾草貼貼喺腳板底嘅穴位上面，效果就會更加理想。建議喺頭7日貼喺腳嘅前掌同埋後踭嘅位置，覆蓋更加多嘅穴位。每晚使用效果就會更加理想。7日之後就可以轉為日常保健咁用，只需要集中將一塊艾草貼貼喺腳板底中間嘅位置，每晚或者按需要咁用。由於健之堂艾草貼嘅藥理成分性質溫和，所以基本上係適合任何體質使用，例如係容易攰，又或者受虛肥水腫問題困擾嘅人士都啱用。如果受經期不適困擾嘅女士，都可以喺經期前後使用艾草貼嚟調理體質，舒緩谷 M 嘅症狀。又或者係手腳冰冷，又或者係容易怕凍、手腳關節唔順暢，甚或至乎係有濕敏嘅人士咧，都可以用艾草貼嘅喎。如果有睡眠問題嘅人士，都可以用甜睡艾草貼去解決難瞓得着、容易醒或者係多發夢嘅情況。我有個 patient 試過連續3個月都瞓唔到覺，佢每一晚起碼要喺張床上面碌2-3個鐘先瞓得着。天氣潮濕嘅話，情況就更加嚴重。最慘嘅係佢朝早起身瞓醒覺都仲係好攰，睡眠質素好差。佢試過食一啲安睡保健品，但係一啲都唔 work。後尾佢去睇中醫，中醫就話佢因為濕毒問題，令到濕氣困發咗喺身體入邊，所以就導致有睡眠問題。後尾我建議佢使用健之堂艾草貼，臨瞓之前將艾草貼貼喺腳板底，幾日啫嘛，佢嘅入睡時間已經調整到10分鐘就瞓得着，容易醒啊、多發夢嗰啲情況都改善埋。佢覆診嘅時候，成個人望落都精神晒。我藥劑師 Brian 誠意推介健之堂艾草貼，由中醫師親自調配，針對濕重體質，專業去濕毒。